始啊无开始，但是我歹啊，你上哪站？好我直播送出去啊，来一个。应该是有啊吼，我即马看是有好。好，咱规站来个开始吼，等下我音乐甲停起来，音乐甲停起来，一条无解释。好，1644年9月初3，早起透东北风。上述迄寡船经过确实检查了后，驶出港外，航往因的目的地。愿万能的上帝保庇因平安。Dolphin 号又过来装糖糖。Dolphin 应该是 Dolphin 是啥物？海底啊，海豚啊，应该是啦。看个足像诶，虽然是荷兰文。即只海底啊号又过来装糖糖。也对 Nooster 号来落一寡牛舌，常设商务员 Simon Jacobs Tompkins 和 Cornelius Caesar 航往赤坎，因被派做代表去甲赤坎，即是啥？属 A， 甲赤坎属 A 的产地分割做4区。目的是要伫将来会当甲公司迄寡新仔人种即个切稻米啦吼，来甲增色，来甲扣色啦吼。华语叫增色，台语叫扣色吼。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即个书吼，因为若是含华语无共诶，咱就来查一下书店来学一下啦吼。无华语讲惯是拢袂晓讲吼。Kiosk K-I-O-H-Q， 嘿，变调变 Q， 这是粒声，毋是粒声哈。水啦吼，大家应该是国语应该读水较侪。我要安怎查呢？查即字，因为水个有腔口差，所以就学查，毋知要查水还是水还是水。写毋对去，我怪无。KHIOH KHIOH Q。有扣面、扣文工、扣载、扣载片、扣茶、扣杂、扣笑、扣纸、扣字母、扣针、扣字、扣钱、扣纸、扣风、扣风水、扣hình、扣影、扣关，哪会无扣色啦？三页。敢若即个扣字，听好讲1点钟讲袂了。等下，因为我看到足侪趣味的词，想要含国语大家来学吼。好来，扣色有吼，伊是写扣色啦吼，我读扣色吼，或者是扣税金吼，这是台语的讲法吼，动词无共吼。华语用收的用种的吼，台语较客气用扣的吼，你拉个涂骹我甲你扣起来吼，这是扣吼。拄则我读一堆扣的书吼，我感觉诚趣味，我来看者吼。有一寡我相信你若惯势讲华语的人是袂晓吼。第一个叫做扣面，即个是我袂晓的事啦，我家己都袂晓吼。伊讲规则讲，真侪物件中间甲好物
扣伫表面吼，甲歹物扣伫内底吼，敢若表面好看，整理外表。这恁伫咧菜市仔已经足侪人吼，扣面吼，就是这个动作叫做扣面。外口水水啊，内底全歹安尼。好，过来是我想要看是扣在片，超前旁互伊较食风，这是使船的人才会用到的词啦吼。扣在片，但是咱伫咧看即个人家写字词吼，扣毋捌看过即个词吼，扣在片。我相信嘛是，毋是无啦，是翻译的人伊袂晓用即个词，伊毋知有即个扣在片嘛。所以其实咱之前有读过，比如讲伊超前旁互伊较食风，我印象中是有像安尼诶场面看过啦，但是伊袂晓用扣在片即个词，我嘛袂晓吼。今仔日才学着吼，扣载片，载就是用车咧载物件迄个载吼，汉字是安尼写吼，扣载片。扣茶即个免讲吼，扣茶讲是扣兄好诶茶吼，古早人用野外诶茶苦去做燃料吼。我著想无，我电脑拢咧批评即个新闻啊，歹势吼。伊个规则有时你到底是要用华语读用台语读，你若看无吼，拢写汉字啦，甲你古早人用野外诶茶枯，即种看有台语做燃料，燃料是台语是要怎读啊？好，过来是，过来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即个叫做扣价，我拄则读着吼，应该是扣价，我看伊即嘛音是扣价，价就是食价，就是姐姐啦吼。扣价是啥物呢？扣价即个词叫做三宝，三宝嘛有人叫扣价吼，或者是伊会对另外一个词修另外一个词叫做扣家母，扣价扣家母吼，就是三宝。即个词其实是我是伫咧巴克勒版圣经学着啦吼，我毋捌听，我自细汉较大，我敢若听过三宝尔，我毋捌听做扣价，但是伫巴克勒版圣经伊是用扣价吼，对耶稣出世诶时阵扣价，还是毋是，应该是迄个讲迄个摩西出世诶时阵扣价甲，本来是迄当阵。埃及人啊是啊，要消灭即个犹太人嘛，这犹太人个人元，毋是即嘛个人元吼，自古早就个人元吼，所以迄当阵迄人要消灭即个犹太人吼，所以呢，就是敢若毋知几号啦，3号啦几号以下囡仔拢交胎就对啦，但是迄当阵迄个摩西生出来时，因姊啊啥吼，就甲用迄个包裙啊，甲包诶，甲刻一个。放水流就对了吼。我记得敢若是伫读即歌诶时阵，去读着扣价吼，就是接三宝甲接生出来安尼吼。好，分享一下啦。即歌词我知影，但是你可能袂晓，就学者吼。好，咱逐边都看一个趣味诶，就直直行落地行歪去吼。好，咱转来伫遮吼，拄则讲。为虾米要甲赤坎迄遐田地分做4区？为着要扣税要方便吼。讲是咱甲即句看了，伊讲目的是要伫将来会当甲公司用迄寡先仔人种的即个米诶扣税的权吼，就是后壁搁一句话讲，互出价上悬的人哦，应该是。看无解有啦吼，扣税权要互出价上悬的人吼。我知影迄当阵吼，因迄种白社吼制度吼，白社的制度咱敢若一直到即嘛还袂读着，还是安怎吼？
简单去讲一下，就是荷兰人伊甲迄当阵原住民的村社吼，就是包括譬如讲，即角头迄个帕拉迄落坡要收尾即个，就是你会当来出价啦，讲啊，即总包就对啦吼，我我算，譬如讲即角头，我一年出700箍，吼，来甲你标啊，就荷兰人甲你固定甲你收100箍啦，啊，你其他你有才调收的，你拢甲你囥你不落得啊，你若伫即价位啊，你有当多收到150箍，其他50箍拢是你的利润，啊，但是就是大家来标就对啦，伊甲即种规个即个角头诶，即个会出产吼，甲拔出去吼，啊，出价的人来出上悬价的人吼，就会当得到标啦吼，就会当甲即道地甲拔去安尼就对啦，即叫做拔下啦吼，啊，所以就是若敢若你会使用华语去理解就是出租啦吼，甲田地出租去互别人安尼吼，别人去做安尼吼。啊，白社是甲即个田地，甲即角头诶，即个生产诶收成，吼，甲拔出去互别人，你家己去收啊，你若互我，你迄当阵标诶迄个价钱安尼就好啊，吼，这是白社诶制度。而且嘛，我看伊这嘛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嘛，伊要甲田诶迄个收摄诶权，要互出上权诶人，就是你来，你出上悬，我就甲你收即个价钱，啊，迄个税金，互你家己去收安尼吼。好，早起咧，也有一只属伫西那生理人保育股，佫一个我毋知影这名是拍毋对，还是讲真正是一个新的生理人吼，叫做保育股吼，BOICKO 吼。讲早起也有一只属伫生理人保育股的小胖船对淡水来到厝地吼，满载着袂还袂过提炼的即个硫黄，坐18个人，并且甲中尉嘛吼，我又阁袂记即个是到底读尉啊尉啊，各位，随看一下较紧啦。安慰应该是慰啦，我才想着迄当我是想讲叫安慰吼。有这是大理大书店、监理店的有地宫的有，就是即个有啦吼。人的名姓读做有吼，啊。有道吼，嘛是有吼，但是这只我读做中尉啦吼。好，讲到迄只是那生理人保育股的小胖船对淡水来到遮载一寡硫黄18个人，并且甲中尉批斗，中尉就是伫咧淡水遐迄个中尉，迄个就算遐的主管就对啦吼，伊个。伫迄边的议会所写阮的一张批吼，上煞甲阮查过来，讲迄寡载就好的胖船来到遮，互迄边的工作真有进展吼。应该是毋是来到遮啦，应该是去到淡水遐啦吼，因为批下来应该是安尼意思吼。迄个碉堡的围墙也已经对墙骹四面贴悬咯吼。碉堡有墙规嘛吼，墙规四面已经贴悬啦吼，用砖啊嘛，伊个再石好起，应该是用砖啊，我嘛毋知砖啊石头啦吼。因此呢，该碉堡的形吼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为了这个为此呢，需要一寡茶帮吼，希望会当按照因的需求来送去互因吼，就算车一条批来台南遮讨茶帮吼，来台湾府城遮。府城是清朝的叫称呼啦，迄当阵佫无叫做府城啦吼，迄当阵是台湾啦吼。下晡也有一只
高野船对片湖来到遮，载有一批汉字甲西瓜做八个人。因暗上色商务员 Duncans 和 Caesar 对赤坎转来，赤坎就是伫咱遮城伫安平港遮嘛，伫即嘛叫做安平啦。较早是伫咱遮城是外口一沙堡遐，伫沙算一个沙洲顶头起的即个城堡吼。啊，赤坎是较内陆嘛吼。赤坎几公里啦？我袂记啊，几公里远尔。对，即嘛叫赤坎城啦吼，赤坎楼啦吼。但是应该是迄当阵即个地名就叫做赤坎吼，伊既然安尼翻，应该就是吼。因暗上色商务员 Duncans 和 Caesar 对赤坎转来，只有视察了迄寡田地吼，以便以后会当继续进行因的计划吼，就是因去遐看田尔啦吼，其他无做啥物代志吼，因为该计划无可能伫一工以来完成。好。这是9月初3。哦，读遮慢，读要半还是讲咱读无半点钟啦吼。好，咱继续读9月初4，好天对南边吹来烈风。今仔日是礼拜日，无特别的事，嘛无准出入吼。好，9月初5，上爱读这两纸的。9月初5，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又搁为着迄寡船咧装好甲落好吼。上午临时中尉，临时的中尉啦吼，代理的还是啥吼？临时中尉叫做 Richard Wills 吼 ，Richard Wills， 我看嘛会对讲会对小盖即个人吼，1640年以士官。吼，坐一只船叫做 Lift 号出国，当然是出荷兰国啦吼。迄当阵应该荷兰也会去国吼。1644年去佛罗摩萨，1644年就今年嘛吼，所以基本上来就对吼。伫遐伫1647年升任做将旗官吼，举旗啊，举大旗的。1648年升任中尉，啊，所以拄则讲伊临时中尉，佫毋是正式的中尉啦吼。自1651年9月9同年过身吼，1651年就过身啊。1651年7年后呢，哇，真足少年。伊担任南区的政务员吼，真得好受。好，咱佫转来日志遮讲，上午临时中尉即个 Richard Wills 吼的部队来长官邸的大改情。我来安尼感觉即咱佫来捌读，之前我有相款的即个故事啦吼，即个句型写甲一模一样。好，讲即个来到长官邸的即个大改情。哎呀，记伫歹，又搁袂记是官邸还是官邸，应该是官邸吧？我会记是第2声，还是第3声？其实我定来安尼，我一个字典查可能10外遍，迄个字永远是毋知影意思。毋是毋知意思啦，逐遍佫袂记吼。官邸对啦吼，第2声。啊，我嘛笑渣，无要安怎。好，来到即个官邸的大改情吼，即个临时中尉带部队来，吼，对该部队中任命一个叫做Abraham Van Aston 吼。做将旗官，并且任命一个市民叫做 Lubick 吼 ，Burger Lubick 做中士。然后部队就被送去做一只船叫做 Leeward 号吼，中岛 Nooster 号甲
以前送去互该船的船顶的粮食甲落了，并且去停泊伫潮流上潮流上，什么意思？好，要去超工去停伫即个海流的所在，那么足奇怪。好，下暗甲指令和有关的物件交互队长 Peter Boone。Peter Boone 为虾米直接有注卡呢？哦，这是物件编号啦，吼，物件编号，有关的物件编号。交队长 Peter Boone， 并且甲一张写互派驻淡水的主管的刀批交去互伊，早去互因吼。该批的主要内容是要命令因爱紧甲迄座碉堡甲起起来吼，并且甲伊下达出航令吼，以便明仔载早起出航去开始完整要去完整倒位啊？伊毋是要去淡水嘛？收到一张由3个原住民所送来的大目连，这只第一道看有写注音吼，是大波链所写3个原住民送来的大波链所写的这个书信，甲阮讲探访团队 Gary James Hartranft 伫遐情况良好，清安就对了哈。来报平安啦，毋是清安啦。9月初6，好天，吹烈风，队长 Peter Boone， 带领快艇李维克，李维克佮载迄个部队嘛吼，含迄只大的小艇出航吼，小艇但是算大的吼，出航前往淡水，继续无用力船躺到即个海底亚河上顶头吼，要再去交互大船哈林号。歹势吼，这爱长久啦吼，就是Peter Boone 带领迄个部队坐迄只船李维克号去淡水吼，过来呢，过长久，过来是。阮继续咧无用装糖桶到即个岛粉号海底亚河顶头吼，要再去交互大船哈林号吼。海底亚是我安尼讲海豚啦吼，我查一下吼，是毋是叫海底亚？我直接用鬼手来测。来，咱来看一下海豚吼，台语称呼来，即2、3、4、5、5个吼，台语大词典首5个词。第一叫做五鱼，五鱼吼，有啦吼，有就是五林基毋是五日三省吾身吼，迄个五啦吼。就是我啦吼，加一个鱼字边，五鱼即台语大词典首个汉字吼。第一五鱼，第二海流，第三海底的我拄则读个海底啊，伊个例句写海底啊，所以听起来较古水嘛吼，海底啊，你着知影即个加一个字，一种是较古水、较细汉，一种是轻视迄种蔑称啦吼。但是呢，伫遮绝对无轻视海底的意思吼，我是古水吼。好，过来第4种称呼叫做乌鹅，应该就是乌鱼啦，相款的称呼啦。乌鹅因为较看个乌吧。过来是白鹅哦。所以伊有分做白鹅、乌鹅就对啦，色较深的甲色较浅的啦吼，白鹅、乌鹅吼。所以实际上称呼是3种尔啦，乌鱼、海流、海底，乌鱼分做乌鹅、白鹅安尼吼。好，大家 OK 吼。
较别你看海豚袂晓讲吼，念袂出来吼。当然豚字你会知空珠杯啦，但是迄毋是正式台语的讲法啦吼。至少你伫书店查无嘛吼。好，多粉好吼，多粉好讲到海底啊遮来，好讲。继续无用，你装糖桶到迄只海底河顶头吼，鳄鱼河顶头、海流河顶头，要再去互交互大船哈伦河吼。阮也要读后壁即句话讲，要再去交互大船哈伦河，应该拢是再去偏湖啦吼。再装去大船顶，再去日本安尼。阮嘛要探访团岛。什么意思？写一张批哦，就是阮爱即个探访团队叫做 Garrett James Haring 写一张批吼，用来答复昨昏所收到伊的来批。这样翻是有搁看无啊？阮爱即个探访团队写一张批来答复昨昏收到伊的来批，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批啊？写一张批要答复家己写的批啊，这是什么意思？好，要甲伊的学校老师叫做 Caesar Van Wischoeden， 尽量较早送来处地要爱伊甲学校的老师尽量较早送来处地，以便来为伊所犯的几项过错来答辩。就是即个老师毋知做啥物毋对的代志啦吼，拍算要叫来问话就对啦吼，叫伊紧甲即个老师送过来吼。今仔日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龙淡水去载流鱼，坐31个人；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龙偏湖空船坐11个人。另外有2只高野船出航前龙时呐，载有咸鱼坐5个人。今仔日长官甲议会允准并且规定讲。首先，教会议会会当检查所有教会人员的工作情况。这是教会议会啦吼，就是宗教还宗教啦吼。伊是教会议会，所以会当去检查教会人员的工作情况，并且会当该停职或者是降职吼，并且规定。该教会议会必须要将迄寡人的犯错的资料，以及因应该受到处罚的意见交起来，应该是交来即个两家城者啦，以便伫咧需要的时，佛罗摩萨议会会当针对有关案件进一步来审议。会对注卡第2，我看卖这敢若就是迄个物件偏好尔。我目睭停伫咧第1个注卡，第1个注卡拄则读一个5个人嘛吼，讲坐5个人，一只船坐5个人。讲伊一只高野船出航前拢时呐，载有咸鱼坐5个人，伊对注卡写讲啥？讲即个人数5个人一定是有错误吼，讲2只。行渡台湾海峡的船，敢若坐5个人，安尼其中一只船上加坐2个人，这真恶想象吼，应该无啥可能吼。伊翻译的人嘛是唯一用头脑的啦吼。好，咱继续。拄则讲到议会决议嘛吼。拄则讲的是首先迄个决就头一条，即嘛是基础。第2条，伫探访团队权力之下，所有的本地的学生，以及伫咧佛罗摩萨学校担任学校教师的居民，这应该是指原住民吼，就是伫学校做老师的原住民吼，拢爱依持现状。即寡教师或者是学生。政务员拢不得调派去做任何其他工作，就是因就是教资就是教资，做学生就是做学生，袂使甲因调派去做其他工作，
除非有紧急的需要哦，所以有2条吼。第一条是做歹会当甲你停一降一吼，而且资料爱交起来，互阮需要的时阮过来个审一遍吼。第二条是袂当凊彩甲人调去做啥物工去吼。教资就是教资，学生就是学生吼，除非有紧急的需要吼。第三条，迄寡长老吼，就是当地酋长会将会取消允准，就是甲本来是允准因将学生带离开学校的权利，要甲取消吼。后壁有括号写原因讲，因为抑阁有真侪人是异教徒。异教徒就是无信教吼，无信基督教吼，因妨害上帝教会发展吼，就是即款长老佫足侪异教徒啦，所以无爱互因有即个权利，甲即个学生囡仔对学校带走安尼吼。当然，迄当学校主要是教圣经啦吼。为例外就是新港的长老，伫有进一步的决议以前，因犹原会当拥有即项权利吼，就是新港的长老，还阁会使甲因的学生带离开学校，因为因是上虔诚信神的当地人吼，就是在地人内底信了上帝信上虔诚的是新港吼。新港社啦吼，我定下袂记新港社即嘛是啥物所在呢？实在是真嗨，是新市还是善化？毋是善化，新港社。我查者吼，袂记嘛是爱看者，读遮侪遍啊。记伫遮歹，新港社新市吼 ，OK， 新港社为虾米我伊记笔课看几部无看到？新港社有个名叫做啥物？达好日，达罗罗，达雷雷，吼，达雷雷。四大社：新港社、社人社、北加里湾社、甲麻豆社吼。这是台南新市吼。好，咱阁继续看吼。也决议要对所提选举长老甲执事的2倍人选当中，来决定选择下设上务员做长老。下设上务员某物人，等下我看觅下设上务员啥物人做执事吼。这第4条决议讲，就是这第4条决议就是要选一个长老，一个执事啦吼。但是伊写讲，对所提选举长老甲执事的2倍人选当中，就是提名2倍的人，应选2个，应该是4个吧吼。吼，当中决定选下设上务员 Edward Oxbrevis 做长老吼，下设上务员 Wignant Lucas 做执事吼。昨有解说啥物叫做长老，啥物叫做执事啦吼，毋知再去听昨的录音吼。并且决议爱派2个哦，这是第5个决议啊吼，爱派2个探访团队甲6个士兵，德牧师 Simon Van Buren 去北区吼，2个探访团队6个士兵吼，去北区。以便去迄边学习语言，并且推展教会工作，并且决议要派团队 Hans Olof 甲 Hendrik Veer 取代探访团队 Gary Jans Harinf 去大木林工作吼。进前讲即个
Gareth Jones Haring 甲社批来报平安咯，结果即马要去甲换掉啊！吼，大白人也要甲换掉吼。Hans Olof 甲 Hendrik V 要甲换掉，并且要派北蝶麻豆甲阿高任职学校教师，叫做 Caesar van Wischoeden 吼，以及北蝶麦加流湾任职的探访团的 Jules Gilles 去新港工作。我佮讲完吼，并且要派两个人去新港啦吼，一个是较早捌伫学校教资的吼，伫个邮写讲伫麻豆甲阿高吼教资的 Caesar Wischoeden， 另外是一个捌伫个麦加流湾做探访任职的探访团队，伫遐做探访团队，要去要甲对麦加流湾调去新港吼。所以第四条、第五条即寡人事的啦，吼，人事的消息。好，过来并且决议吼，过来一条，第六条，伫迄只海底仔号内底吼，除了船运要载去，互迄只大船交互迄只大船哈林号会糖咧以外，还阁装上要载转去祖国的7箱各种的布料，4桶的姜糖。2桶的茯苓，170包的肥仔，100个圆形的大暗缸，歹势，大暗缸啦吼，缸是华语，大暗缸吼。也决议要出卖大量的塔卡保险，互新仔人用来填补新开始的资金的即个得可吼，短缺了吼，欠缺就对了吼。啥物叫做塔卡保险呢？第8个注卡，是讲塔卡保险不知何物吼，嘛毋知。咱拄则读一寡人吼，伊其实下底有小解啦吼。咱倒来甲看一下吼，莫人讲吼。一个叫做 Edward Oxbridge 吼，这是第4个注卡，我已经读过嘛，袂记这个人是咧创啥吼。就是长老吼，选起来做长老，这个 Edward Oxbridge 是这个长老呢是威索人吼，威索。1636年以海军建设生做鲁芬号前往亚洲。1638年10月。担任助理，1641年担任下设商务员，1644年伫台湾升任商务员。同时伫个日兰亚城监督仓库，并且做教会执事。伊这写安尼写得毋对，但是人讲拄则是先做长老呢吼。好了，过来1647年10月升任做上设商务员吼。所以即个人应该名应该接看到才对啦吼。以后啦，好，过来另外一个人，第5个注卡叫做 Wijnand Rogers 吼，我嘛袂记这个人是毋是执事啊？第5个注卡做会着，就是迄个执事吼，下设商务员做执事，下设商务员叫做 Wijnand Rogers。伊是阿姆斯特丹的人，1639年以助理坐 New Amsterdam 号出国。伊来台湾了后，一直到1643年担任管军饷的工作，发兵啊薪水的工作吼。1643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49年升任商务员，1651年升任上设商务员，1657年伫巴达维亚担任税务长。好，后一位呢叫做 Caesar van Wischoeden 吼，是毋是迄个教师啊？吼，伊后壁写讲有一段时期伫大马人做教师甲翻译员，1644年以后伫麻豆担任相款的工作吼，就是拄则迄个讲迄个教员啊吼。
第6个注脚，迄个教员讲较早伫咧磨豆阿交做教师的嘛，即嘛，即嘛是应该调去新港啊，会对咱写讲去磨豆。好，第8个注脚，咱拄仔讲毋知影啥物件要出卖大量的即个读卡保险，互新仔人用来填补新拄则开始的即个资金的即个欠缺毋知啥物件。好，话题就是卖物件，互因才有钱嘛，收入。本个月2号初二啦该当稽查官 Adrian Vandenberg 对骗讹来到遮。并且来即个议会提起过因的请求。等下我看下，并来即个议会提过因的请求的迄寡嫌路人，就算读华语国语嘛，一定听无并来这议会提过他们的请求的那几个暹罗人。这是什么意思？好，咱继续读来来回答讲，因已经考虑过阮迄时回答因的意见，就是家己去租一只篷船去日本对了，进前咱有读着讲即寡暹罗人嘛要去日本啊，即个荷兰人讲无船啊船已经出发啦，应该家己去租只船因为阮的船已经出航咯。因回答讲，因为考虑到因无士兵袂当使用新仔人的船即嘛呢要航往日本的贵罪又搁强要过去啊抑搁有其他种种的阻碍因此最后认为讲应当为着因的主人，就是暹罗的国王，搁再一次来长官请求互迄张国王的书信，以及25个到30个因的人员含即寡日本的翻译员会当用一只阮的船来送因去日本。即个请求，长官甲议会听了，并加考虑认为讲安尼做会有困难，因此决定要拒绝因的请求，礼貌来回答因讲。除了今年已经伤晚以外因为要航往日本的季节已经过已经伤晚以外，阮的船也不得载外国人去日本，而且阮也毋知影现在日本和暹罗的国王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安怎，因为已经经过数年暹罗的使臣就是因的派遣的即个大使使臣敢若要邀袂互日本的皇帝陛下接见过因的人员、礼物和载去的货物拢被拒收拒收 reject decline。而且呢，迄寡日本的翻译员无可怀疑呢，拢一定会去用处死这毋知啥物代志咱之前都看到讲即寡日本的翻译员袂使转去转去就代志大条而且呢，代志大条是迄当阵摇的啦即嘛是看足明显的嘛，代志诚大条，转去就是无命而且呢，甲因载去日本就是阮若甲因载去日本会因为安尼来遭遇真大危险阮家己也会去互抬头阮甲即寡话甲因讲了后，因感谢议会互因的警告，讲转去暹罗了后会安尼来向因的国王报告。所以呢，就请求因为如上所讲因毋知要安怎来做即个新仔人的船也无信心将国王的批信放伫咧新仔人的船里因此呢，就请求阮，互因来坐阮的船转去暹罗因的国王遐，并且请求讲，为着该书信的缘故，
来所炸的即寡因的数目和其他的好物，会当准因踮咧食来甲卖掉，并且帮助因去卖掉，甲卖即寡好物卖掉。对此，长官甲议会决议，为着要简要来回答因讲，对伫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做阮的船转去线路即个代志，阮会当小考虑阮会当来考虑。对第二个要求，就是要出卖因的好物的代志将会允准因，并且伫咧无损害公司的利益之下，准备要帮助因。详情记载伫今仔日的决议录内底。即好啦，人对上路人实在是袂歹的好，9:25，咱搁加看一工，9月初7。好天透西风，早起上设上员 Simon Jacobs Tompkins 甲 Cornelis Caesar 出发前往赤坎就是进前派去看田的迄两个啦要去测量已经种的即个土地已经有种作的土地。今仔日按照昨昏的决议，海底仔号搁装705桶的糖，7箱好的丝质布料，2桶的姜糖，2桶的茯苓，170包的肥仔，甲100包大的圆形的餡羹。伫咧中昼的时阵餡羹就是大水缸啦伊写烟缸用来饲物件用的伫咧中昼的时阵，载满了一寡好物，离开栈桥，驶去即个海楼顶。无偌久了后，迄只便队船 Nooster 号为着要载肥仔去互 Harlem 号装运，又搁来挖靠即个栈桥。下晡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南方，空船坐14个人。咱来看只餡羹啦，餡羹，我自细汉听人安尼讲，所以我的即个书对我来讲，毋是介轻松的事但是你若无关系讲的人，可能讲袂出来KNG， 餡是要安怎写？餡羹，所以应该第7声第7声变调变无。我用羹字册看觅头前放 wild 卡羹餡 ，OK。第2个词就是餡，伊写餡羹伊是写第1声餡，第1声1变第7声餡羹对，歹势啦，拄则是第7声啦，我分毋对去所以应该是写餡第1声搁来羹，餡羹呢，我变调头做餡羹，餡羹是炖黄内底圆翘的甕仔但是大书顶有图所以各位知无？就是炖是黄内面圆翘就是羹有喙嘛喙伊迄个外口即个边缘迄所在伊叫做炖啦炖是黄内底的所以黄内底才叫做羹真正是安尼咧。我印象中所有我叫做羹的拢是炖是黄内底弯入去所以你要灌的时阵要安怎灌？是对内底安尼雕出来手安尼掀开安尼无你无法度通摕嘛或者是当然你若较细骹支手就法度搞会就起来这叫做羹，叫做餡羹伊汉语是用即个燕麦迄个盐我嘛毋知为虾米要用即个汉语。我较早我拢想讲即个餡羹，迄个餡字我嘛其实无法度通理解是啥物字好9:29分稍等下29分咱读到9月初7啦真紧来看一下
芭比所做的笔记吼。kills 吼，牙风，为什么讲到牙风？蛇用针，针水啦，这是必常用针。牙风因为听到你读啦，因为张三你咧读迄绘本的时阵，嘿，叶秀子老师甲纠正讲，伊有一个牙科嘛，伊读做查号。哦。那个牙跟渣无共啊，秀子老师有解说，我因为听到你讲读到即个字，我就看。OK， 我讲真正毋知牙甲渣有啥无共的，我这就是较有走动的意思。哦，是安尼，牙渣。规个走动，规个走动安尼。啊，但伊个书逐个拢念咧用牙渣吼。好，过来是蛇用针的，感觉。无怪纳税的时阵会感觉疼吼，华语用针的啦吼，台语足客气的，台语用扣的吼。好，燃料吼，安尼念哦，好燃料。扣架吼，过来是恰康。OK， 二头肌要安怎讲？各位知无？毋知呢。有一个词我即马一时也想袂起来。哇，什么林啊？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令你再来查吼，因为时间无够。过来，看卖。海底鳄鱼。手豆人哦。对，秋刀啦，秋刀人吼。秋刀人。嘿，来，手笔啊。秋刀啦。手笔啊。有人知影吼？秋 CHIU 第二声刀 TOU 第二声。台语大词典有收吼，手刀，手刀，第二声吼，手刀，手骨肉最部分叫做手刀吼。手刀人呢，手刀人则是讲即二头之家啦吼，意思敢若手刀就是你若手肉最所在，拢叫手刀。手刀人一般就是咧讲即个大力水手迄二头肌有无？迄就是手刀人吼，久无讲啊，想袂起来。好，欠亏吼，欠缺。好，安尼到遮，超过2分钟，咱感谢各位关帮吼。明仔载休困啦吼。嘿，后日再继续吼。感谢各位。感谢大家。